Immunity 菌菇，菌菇主要成分有冬蟲夏草菌絲體、茭蓉、決明子、巴西蘑菇、舞茸同藍莓。菌菇富含多種菌類嘅多糖體同抗氧化劑。冬蟲夏草菌絲體具有雙向調節作用，保護內臟。巴西蘑菇可以提升干擾素、白細胞介素，讓免疫細胞能夠快速毀滅癌細胞同病毒，同時可以提升自然殺手細胞嘅活動力，高達38至49倍。冬蟲夏草菌絲體、茭蓉、決明子、巴西蘑菇、舞茸嘅抗氧化劑好高，能夠幫助抗癌。社會嘅進步、科技嘅發達，讓我哋面臨手機輻射、電腦電器、工業機器嘅輻射等等，都會危害人體健康。菌菇可以阻止細胞病變為癌細胞。化療嘅病人使用菌菇，配合化療藥物會達到更好嘅效果。身體虛弱嘅人可以使用菌菇，癌症病患者可以使用菌菇。